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6年3月3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一聊伊朗，聊一聊波斯，聊一聊中东局势。今天是哈梅内伊升天的第4天，在过去24小时内美以联军对伊朗境内数百个高价值目标展开毁灭性打击。这场行动从2月28日启动，标志着美以对伊朗的先发制人攻击。以色列空军超过100架战机参与空袭，迅速摧毁了伊朗海军9艘舰艇及相关设备，也就是伊朗的海军差不多已经团灭了。同时将伊朗的防空系统和革命卫队基地夷为平地。这种快速精准的打击不仅展示了美军庞大的情报网络，还证明了其精确打击能力的绝对优势。美国中央司令部证实，伊朗海军最先进的驱逐舰之一加马兰号已被击沉，目前正在阿曼湾海底下沉，也就是改变了用途做海底观光使用。这个加马兰号被视为伊朗海军的骄傲，它的地位相当于俄罗斯的莫斯科号巡洋舰在俄罗斯海军的地位。这么说的话，就是伊朗的海军就像俄罗斯的海军一样，脊梁骨被打断了，也等同于缆子被割了。进一步细节显示，伊朗的叫科纳拉克海军基地遭受战斧巡航导弹猛烈袭击，导致多艘舰船沉没，包括乔里斯加马兰号，这是76号什么伊里斯巴扬多尔号81号，叫伊里斯纳格迪号，以及一艘身份不明的船只可能也已沉没。特朗普在讲话中强调美国目标是彻底摧毁伊朗海军，以击沉其10艘舰艇，确保其无法对全球航运构成威胁。行动核心在于对伊朗最高指挥中枢的斩首。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开战极短时间内被彻底抹除，就用导弹送走了这被形容为战略地震效应。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在媒体简报中指出目前行动已进行约57个小时，处于初始阶段。一个回合伊朗的领袖领导层基本上被团灭，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这还是初始阶段中央司令部重点系统性打击伊朗指挥控制基础设施、海军力量、弹道导弹发射机场和情报基础设施，通过协同空间和网络作战，美军有效扰乱了伊朗责任区内通信和传感器网络，使敌方无法观察、协调或应对，从而确立局部空中优势。以色列国防军透露自行动开始以来，已摧毁约600个伊朗目标，包括150枚弹道导弹及其发射器、200套防空系统，以及与伊朗安全领导层相关的20个地点。作为空袭的一部分，以色列空军投下超过2500枚炸弹，这些炸弹不仅针对军事设施，也造成了平民伤亡。美国空军 MQ-9 无人机在伊朗南部色拉子地区向地面目标发入地狱火空对地导弹，目标可能是弹道导弹发射车。这种缺乏隐身能力的低速无人机能在伊朗境内数百公里处大摇大摆活动，清晰表明伊朗防空火力已真正的崩溃。以色列已宣称打击进入第2阶段，从远程打击转为近距离空中扫弹，投掷的弹药换成普通的弹药，这进一步加剧了伊朗防御困境。目前美以对伊朗军事打击已超过60小时，战况持续升级。当地时间3月3日凌晨，伊朗首都德黑兰多地再次遭到空袭并发生爆炸，包括市中心至少5个地方几乎同时爆炸，上空有战机飞过的声音有媒体记者观察到战机越来越近，爆炸声不断回荡。根据媒体报道哈梅内伊的妻子曼苏雷霍贾斯泰因因美以袭击导致伤势过重，于3月2日去世。此前已传出哈梅内伊多位亲属遭袭身亡的消息，这个人损失凸显了行动的针对性。我看有很多东大的盘盘们在报道这个哈梅内伊的家属在轰炸中死亡，然后配上那种悲伤的音乐哀乐，感觉好像跟死了亲爹一样，真正的叫如丧考妣有人说这祸不及家人，但是哈梅内伊这些家人不同。我想起了崇祯的一句话，崇祯对吧，这个
自挂东南枝之前啊，他不有一句话吗？说他女儿对吧，公主啊，为何生在帝王家？就这意思啊。哈梅内伊一个人作恶多端，那他的家属实际上不仅是帮凶，也是助纣为虐，所以他们被炸死啊，那是咎由自取，不值得什么哀悼。他跟普通的平民不一样，所以这叫为何生在帝王家。袭击成功得益于情报渗透，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美以即将发动打击前就已锁定哈梅内伊可能行踪。多名知情人士透露，美方情报机构对哈梅内伊活动轨迹进行了数月跟踪，对其出行规律和位置掌握程度不断提高。随后美方获悉，伊朗多名高层官员计划于2月28日上午在德黑兰市中心一处领导人办公区举行会议，哈梅内伊本人将出席。在获得情报后，美国与以色列调整原定打击时间，以色列随后实施筹划数月的定点打击行动，于以色列时间28日清晨启动，战机起飞约2小时后，远程导弹击中目标区域。袭击发生时，多名伊朗国家安全高层官员在同一栋建筑内，而哈梅内伊位于附近另一处建筑，也等待哈梅内伊的召见啊。美国《华尔街日报》爆料啊，以色列官员称，以色列情报部门成功渗透伊朗安全高层，使得这次袭击成为可能。《环球时报》说啊，去年12日战争中，伊朗已领教内奸的可怕，但这次大战第一天，内奸又立下大功。中情局和摩萨德已将伊朗渗透成筛子，伊朗的肃奸行动纯属走过场。伊朗前总统内贾德透露，伊朗曾组建反间谍机构，但查来查去没发现问题。再调查发现，反间谍机构负责人就是以色列间谍，他手下至少有20名为双重间谍。这些情报漏洞让美以斩首行动如无人之境。特朗普称这次袭击非常成功，大多数候选人都死了，第2名和第3名也都死了。伊朗的致命隐患正是内奸。这个特朗普说第2名、第3名候选人已经死了，这个恐怕是烟雾弹啊！这是为了保护真正的那个候选人。他总不能说，未来选出一个候选人，他说这个人就是我们的啊，早就内定的。那这个人他怎么能收复伊朗国内的盘盘们呢？对吧？所以说特朗普说啊，这个我们选定的这接班人呢，候选人已经被炸死了，这个叫迷魂阵，扰乱视线。还有一个啊，这个内贾德托人带话，就是东大的这些盘盘们就不要再吹内贾德了，人家退休了。想安度晚年，这内贾德以后被以色列人或者是美国人炸死，那都是印度的盘盘们害的。当然了，内贾德到底死没死，现在还是众说纷纭啊。所以说，就是这东大的盘盘们就放过内贾德吧，都不容易，对吧？人家就想跟胡锡进老师一样，对吧？领点退休金，你非要把人家往死里整，非要把内贾德架到这个美以那个导弹下面，何苦呢？另外啊，媒体报道，美军4架 B-2A 幽灵轰炸机于2026年3月1日夜间从本土起飞，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远程空袭。任务成功后已返回大西洋上空。说每架轰炸机可装载16枚2000磅钻地弹。这次攻击主要针对伊朗的导弹城，储备各种导弹及其他导弹相关物资的山洞和地下通道。这个伊朗战前不是动不动秀肌肉吗？那个地下导弹城啊，地下这个无人机，对吧？这些结果你说你一秀吧，美国以色列就找到了啊，坐标的锁定了。这个 B-2 过去干啥呢？轰炸的目的并非完全破坏山洞和通道，而是将各个出口山坡炸塌，堵住进出口。你把那山洞那个出口给你炸塌了，里面的那导弹无人机一个都出不来，憋死在里面。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纸面上拥有几千几万导弹的伊朗反击却如此无力，其导弹在发射前就被掐死。特朗普发话啊，对伊朗最多只需4周的7天乘24小时持续打击，即可彻底清除其所有军事情报维稳体系。这个以色列啊，已动用11万预备役人员向伊朗发射2500枚弹药。这些细节共同描绘出美以联军对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全面摧毁的画面，行动范围仍在扩大，暂无明显收手迹象。我们再看看啊，这个伊朗的反击，伊朗不管怎么说啊，形式上那还是反击的啊，这个而且表现出一股啊，表现出一副这种鱼死网破的这种架势啊。既然打不着
扰你美国本土，我可以打以色列，我还可以打这个中东美军的基地，我还可以打中东这些国家。伊朗在遭受美以打击后迅速发起报复。当地时间2月28日晚，伊朗发动号称真实承诺的行动，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导弹打击，声称已轰炸27个美军基地，包括最初的14个基地，随后扩展到第13轮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其海军无人机部队对位于科威特的叫阿里夫詹美军基地发起了真实承诺4行动的第13轮攻击。伊朗导弹击中美国第5舰队总部瞬间，这也被视为其最强回应之一，但实际效果备受质疑。伊朗动用弹道导弹反击，并称已做好长期战争准备。其最强的导弹叫霍拉姆沙赫尔4弹道导弹，射程隔它2000公里，配备重达1500公斤的长约4米的弹头，被认为伊朗最先进、破坏力最强的导弹之一。这个在战前啊，伊朗也是频频的这个试射这种导弹。对以色列的打击同样激烈，伊朗对以色列领土实施报复性导弹打击，以色列全境响起警报。伊朗导弹突破以色列的防御系统，伊朗声称向以色列本土发射上百枚导弹，但根据各种报道实际打击效果非常有限，大部分导弹被以色列铁穹、大卫投石所等防御系统拦截，少数漏网导弹仅落在了以色列总参谋部附近或空地上，并未对以色列核心建筑造成实质性损伤。以色列当天就恢复了正常战备，空军起飞和警戒活动照常进行，这表明伊朗的攻击更多是象征性的。针对美军基地的轰炸，伊朗宣称造成美军500多人死亡，并炸瘫第5舰队司令部，炸没了远程预警雷达，就那个球状的雷达呀。但这些说法缺乏实证支持。相反，美军通报显示，大部分导弹被爱国者萨德反导系统拦下，少数漏网导弹仅击中跑道边缘、临时板房或机库外围，未触及核心设施，如乌代德基地远程预警雷达或80第5舰队司令部。这些设施连玻璃都没有震碎，运转如常。美军甚至开放部分基地给媒体拍摄，如果真有500人死亡，根本不敢如此操作。伊朗这些报复被形容为雷声大雨点小，基本上对美军来说是挠痒痒，没有造成致命伤害。伊朗的反击主要用于国内面子工程，以安抚民众的情绪，就是谈判不高兴。核心原因包括顶层指挥被一锅端，整个打击体系乱套，情报系统被渗透成筛子，美军提前转移装备和人员，反导系统全开。伊朗导弹实战精度远低于宣传，平时演习摆拍，真战场却露馅伊朗导弹击中美第5舰队总部瞬间，但实际并未造成致命伤害。当然了，这个美军也有损失它的损失主要来自于友军的误击。在伊朗反击期间，美军通报称科威特防空部队误击3架美军 F-15E 战机，又有一名美军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成为美方对伊行动中的第4名阵亡军人。这些事件虽非伊朗直接造成，但反映了战区混乱，也就是猪队友你再厉害，你招架不住猪队友，对吧？老六从中捣乱呢。伊朗国家电视台用大量的 AI 视频告诉民众赢了，赢麻了，这个大家都懂但现实中其导弹要么打偏，要么被拦，连核心区边都没摸着，无法精准发力。这个大家想象一下以色列的战机飞了2个小时，在伊朗的上空飞了1000多公里，到达德黑兰上空是吧？发射导弹，把这个哈梅内伊送走了。伊朗人雷达什么都不知道，都看不见，你凭什么相信他能炸到美军的基地，能击落美军的飞机，对吧？能摧毁美军的舰艇？你要有这水平，有这本事，哈梅内伊还能被送得走吗？所以说伊朗那边完全是为了配合国内谈判们，为谈判们提供情绪价值，对吧？安抚谈判们，要不然谈判们一不高兴，也可能要翻车那么这个伊朗不光炸以色列本土，炸美军的中东基地，他还对中东这些国家展开了打击。这个就是他实际上是他一种群龙无首的一种表现，就是他权力下放到基层那基层他不管，那就乱炸。伊朗
朗的报复行动不仅针对美以，还扩展到周边阿拉伯国家，包括巴林、约旦、科威特、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些国家被卷入冲突，越来越多的国家被中东战火波及。这个特朗普在采访中也表示到目前为止最大的意外就是伊朗对这些阿拉伯国家的攻击。特朗普说，没想到这个伊朗不分青红皂白，把这中东国家都揍了一遍。本来他以为这中东国家很少会卷入，但是说中东国家现在积极战斗，坚持介入。说伊朗人向酒店开枪，向公寓楼开枪，这让他们愤怒。这些阿拉伯领导人既坚强又聪明，他们喜欢美国，但一直在旁观看，没有理由卷入，却遭到了伊朗攻击，这可能是最大的意外。伊朗核威胁一直是地区主要问题，他们在那个阴云下生活多年，这就是为什么永远不可能有和平。特朗普这话说的是非常客观的也就是你想想，你要是沙特，你要是阿联酋，你要是巴林，你能睡得好吗？伊朗说要搞核武器，伊朗要搞远程导弹，你能过得舒服吗？所以这些王爷国是打心眼力希望美以把伊朗给拔掉，但是他们又担心这个美以搞烂尾工程，打一半不打了，那对吧？这个伊朗就变成打不死的小强，那他在中东耍起流氓了，谁也管不了他。所以说这些王爷国家那表面上呼吁和平，不能得罪伊朗，但是打心眼里是希望彻底把伊朗给废掉。你想伊朗如果有核武器，沙特、阿联酋这些国家有好日子过吗？笼罩在阴影之下呀。3月2日上午，伊朗无人机击中沙特阿拉伯阿美拉斯塔努炼油厂，就是阿美炼油厂，这沙特最大的炼油厂，波斯湾最古老的炼油厂，也是遭到伊朗的打击目前已被关闭。沙特国防部表示2架试图袭击的无人机已被拦截并摧毁。海湾国家高级官员对伊朗报复性袭击强度感到非常震惊，他们确信在哈梅内伊被除掉后，伊朗会反应，但现在目标是人口中心而非军事设施。伊朗这完全疯了，远远超出了预期。卡塔尔国防部当地时间3月2日晚声明，卡塔尔军队击落了2架来自伊朗的俄制苏24战机，通过防空系统拦截了7枚弹道导弹，空军和海军部队还拦截了5架无人机。美国和以色列2月28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国在巴林、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和约旦的军事设施发动报复性袭击。中东各国的反应迅速而坚决，沙特王储萨勒曼授权对伊朗采取可能的军事行动，也就是沙特要反击了称伊朗对沙特的袭击是懦弱的。萨勒曼说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进行自卫。这个反映出美以对伊朗高层进行斩首以后伊朗现在进入一个群龙无首的一个状态，叫乱打一气，激起了民愤。第4个，我们看一看伊朗国内现在权力安排以及这种权力斗争的一个情况。伊朗现在确实体现出高层一种无序的状态。哈梅内伊2月28日遇袭身亡后，伊朗内部迅速陷入权力真空，执掌伊朗37年的最高领袖驾鹤西去，导致领导层损失惨重。特朗普表示伊朗人在领导层方面损失了49个人，这是一次惊人的打击。特朗普还说怎么也想不到这伊朗人这么傲慢，居然聚集在一个地方开会，以为自己无法被探测到，但并非如此。特朗普说，我对此感到震惊就是伊朗人是既吃不记打。那去年12日战争对吧，也是以色列一发导弹带走8、9个高层，这一次他居然40多个人聚集在一起开会，说目前不清楚谁在领导这个国家，他们甚至不知道现在谁在领导，这有点像失业救济队伍。伊朗方面表示将由临时委员会负责国家事务，直至选出最高领袖继任者。但是呢，根据印度媒体报道说这个伊朗临时最高领袖阿拉菲被杀。这个印度星期日卫报报道，3月2日传出阿拉菲上任不到1天便死于以色列空袭，美以行动未免太快。这个阿拉菲刚报道的吧，刚宣称接任这个最高领袖，还没有超过24小时就又被送走了。2月28日，哈梅内伊与数十名军政高层同时被斩首。伊朗迅速做出反应，在3月1日号称宣布组建临时领导委员会，领导国家。根据宪法同时宣布由哈梅内伊亲信67岁资深神职人员阿拉菲暂时代理最高精神领袖职务。未料3月2号传出阿拉菲就任几小时后被杀。目前以色列方面还未证实，伊朗官方也未回应，伊朗国际媒体未给出说明。有人说如果阿拉菲真的被杀，对伊朗权力运作实际没有多大影响，因为实际管理者是拉尼贾尼，哈梅内伊死前已把大权交给他。伊朗总统佩泽希奇扬
至今下落不明。这个按照伊朗的宪法啊，佩泽西奇扬和这个司法部长还有这个宗教法学专家3个人组成最高领导小组。但是啊，蹊跷的是啊，这个佩泽西奇扬本人没出面，而第一副总统宣布接管战时政府。伊朗媒体称啊，第一副总统萨里夫已与政府部长们通话，明确表示将在战时领导政府运行，但没有说明为何总统佩泽西奇扬没有出面履行职责，反而由他出面。也就是这个副总统啊，里萨阿里夫啊，他给各个省长给这个各个部门的头打电话，说由他在战时领导政府的运行，各个部门向他以及他的这个办公室汇报，但是他也没有说是由总统授权，都没有说。那这个第一副总统是怎么来的？所以说啊，这个伊朗国内这个权力斗争啊非常激烈。美以首轮空袭袭击了伊朗总统府，一度传闻佩泽西奇扬与哈梅内伊一样在空袭中身亡，随后其儿子否认。当开战当天，伊朗安全部队封锁总统府附近街道，不准任何人通行，这引起3种可能：第一，佩泽西奇扬确实被炸身亡，伊朗政府出于确保阿里夫顺利掌控局势等考虑，暂时封锁消息；第二，佩泽西奇扬未身亡，但身受重伤，暂时无法履职，阿里夫按规则承担任务。第三，在哈梅内伊遇袭，伊朗面临外部压力下，改革派与保守派矛盾爆发，掌控革命卫队等强力部门的保守派以强力手段控制或软禁佩泽西奇扬，以免改革派利用其总统地位篡权。这3种可能啊，我觉得第3种可能比较大，就是内斗。佩泽西奇扬根本就没有死啊，因为普京还给他发了电报，佩泽西奇扬死了，普京给谁发电报啊？对吧？就是你可以骗谈判，对吧？你也可以骗东大的军事专家，但是你连正义联盟大哥也骗吗？所以说这个按照宪法，佩泽西奇扬应该出来主持工作，至少表面上啊。但是第一副总统跳出来，前面又跳出个阿拉菲，后面又是拉尼贾尼，佩泽西奇扬现在第一副总统，你想想吧，伊朗现在就是群龙无首，内斗加剧。有很多人说啊，说哈梅内伊死之前指定了这个拉尼贾尼来接班，但是实话实说啊，拉尼贾尼哈梅内伊在的时候他可以，哈梅内伊一走，对吧？谁是顾命大臣谁最倒霉，顾命大臣的风险最高，要不然姑父怎么可能犬决呢？对吧？不要辜负啊，司令官，对吧？把辜负不是顾命大臣吗？顾命大臣这个最危险啊。哈梅内伊一直未明确接班人，导致其遇袭后最高权力交接问题浮出水面。之前有消息称，负责选举最高领袖的专家会议选出3名接班人，并确定顺序，但此次突发事件加上战争，相关接班人未必能及时就任，就是就任了也来不及啊。就谁也不服谁啊！特别是美以针对高层持续斩首，据称有40名伊朗高层被炸身亡，其中可能包括某位定好的接班人，这个是烟雾弹啊！哈梅内伊安排的权力交接体系正承受挑战，这个在美以动手之前我就说过了，哈梅内伊什么为他身后指定的什么4层接班人，那都是扯淡，有什么用啊？生前你都管不住，勉为其难，死后你还能管得住？这不是开玩笑吗？不符合逻辑啊，也不科学啊！伊朗可能还要召开专家会议确定最终人选，这一权力真空期被延长。哈梅内伊能够统治伊朗37年，那是因为他之前他还当总统，当了总统之后，霍梅尼死之后，他通过很长时间运作，才将大权集中在自己手上。你这现在突然安排一个新人接替哈梅内伊这个位置，谁服你啊？何德何能呢？再加上美以，对吧？这个导弹瞄准的，谁坐这个椅子就炸谁。可以说啊，最近这1个月，这个岗位啊，这危险性最高的就是这个岗位啊，寿命最短的岗位。改革派将矛头指向哈梅内伊，要求调整政治体制后，哈梅内伊对改革派彻底失望。在美以袭击前，哈梅内伊复如新赴最高国家安全会议秘书拉尼贾尼更高权力，由他协调政府与革命卫队等部门，一面维持与美谈判，一面准备应对军事行动，将总统佩泽西奇扬边缘化。这让我想到了啊，俄爹那边呢？俄爹那边安全会议秘书是谁啊？绍伊古啊。所以说啊，这个如果俄罗斯有事的话，这绍伊古这角色就很重要啊。绍伊古就有开会的权利啊，开会的时候就可以，对吧？把那些不听话的全部给他戴上手铐。现在拉尼贾尼啊，部分承担这种角色，但是啊，拉尼贾尼他毕竟没有绍伊古啊在俄罗斯那种人脉和政治资源。
哈梅内伊之死反而给了佩泽希奇扬重新掌控权力的机会，即便他本人无夺权心思，其背后改革派也可能行动。这个我在很多节目里面啊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这跟个人没关系，这跟谁做这个总统位置有关系。因为总统这个位置啊，他就是负责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负责老百姓生活这个日子。你只要一坐上这个位置，他不是改革派，他也变成改革派。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一边是嗷嗷待哺，对吧？要发工资，要吃饭，伊斯兰革命卫队他也要钱，一边是你受美西方制裁打压，你这个对吧？你老跟人对抗，你的市场经济搞不上去，你没钱，石油卖不掉，你让这个总统怎么办呢？谁当总统谁的脑子清醒的很，只有改革，对吧？只有废除这些旧的体制才能有饭吃。所以说只要谁坐这个位置啊，无论你是佩泽希奇扬还换个人都一样，都被迫变成温和派改革派。你一边跟美国西方喊打喊杀的，一边想赚人家钱，你这不是做梦吗？那个内贾德为什么强硬啊？他当总统，因为他撞上狗屎运，正好那一阵子那几年的吧，石油价格暴涨，涨到140多美元一桶，他不需要改革，他不需要看客户的脸色，照样赚钱，所以他强硬。现在没那机会了。所以说啊，这个媒体说啊，即便佩泽希奇扬无心夺权，但其背后的改革派也可能行动，保守派很可能为避免此情况，先以强力手段控制佩泽希奇扬。此外，哈梅内伊死前啊，授权革命卫队、检察院等部门逮捕一些激进的改革派人士，但未对鲁哈尼等更有影响力的改革派高层动手。随着哈梅内伊身亡，美以持续空袭，伊朗政坛进入新动荡期，手握强力部门的保守派可能为确保地位、消除国内投降声音，对鲁哈尼等人采取行动。但是可以说啊，这都是螳臂挡车。为什么叫螳臂挡车呢？就是你这些强硬派，你现在暂时那不就跟那个恭亲王是吧，奕欣是吧，还是谁啊说的有兵在，有兵在有什么用呢？你这兵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对吧？第一个反对你的就是这些兵。所以说啊，伊斯兰革命卫队马上发不出工资了啊，马上就要造反，对吧？当前面临的不仅是生死的问题，还要吃饭呢。你把改革派抓了有什么用呢？抓了之后你就有饭吃了吗？老百姓饿肚子，伊斯兰革命卫队他们也饿肚子，谁还跟你在一块扯啊？所以说啊，这个所谓的这个伊朗的保守势力啊，什么强硬派，那叫做无用功啊。或者我们换个角度说吧，哈梅内伊被炸死，实际上就是意味着伊朗的强硬派破产，也走不下去了。伊朗的强硬派这个路线如果能走得下去的话，哈梅内伊就不会被炸死。为什么不会被炸死呢？连特朗普、内塔尼亚胡都说了，是因为他们情报准确。情报准确还不就是因为那伊朗国内大部分很多人反对哈梅内伊吗？反对强硬派吗？他们才会变成这个内奸，对吧？所以说啊，这个伊朗的强硬派这个倒行逆施啊，实际上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猴子的尾巴是吧，长不了了，这是必然啊，这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叫历史的必然。这个盘盘们呢，那些什么所谓的 CCTV 的军事专家，他为啥看不到这一点呢？还在那儿鼓吹是吧？伊朗多厉害，伊朗怎么强硬，怎么反抗？美帝啊，以色列扛不住了啊！你再耗1个月，美国的弹药就空了，美国就打累了。这好比就说这个卢提辖拳打镇关西啊，说镇关西啊，你再扛几拳，卢提辖就累了，累了他打不动了，只好爬起来走了。说卢提辖，你就这个镇关西，你再扛一扛，对吧？卢提辖马上就打累了。这个就是啊，东大的军事专家盘盘们的调调。为避免被斩首，伊朗军队以去中心化，各军事单位直接独立行动。因为作为中间调解人的阿曼也遭遇袭击。伊朗外长在采访中表示，目前各军事单位实际上处于独立行动状态，不再接受中央政府管控。你看，这就说明这个伊朗到目前为止还是群龙无首状态，某种程度上相互孤立，行动基于直属上级此前总体指令。也就是说啊，军队已经去中心化，去中心化的军队能坚持多长时间呢？3发导弹发完了就结束，下班，对吧？收工。很多作战是各个单位独立，各自为战，此举好处是避免高层被斩首，出现混乱，但也可能一些部队直接割据一方，最终导致国家分崩离析。没毛病啊，就是哪个军队最能打，那个军队的头就有可能要割据，对吧？他就筹码就多啊，他到时候要带兵到德黑兰擒王啊。伊朗安全部长拉尼贾尼正力促通过阿曼斡旋恢复与美国的核谈判。哈梅内伊遇刺以后啊，他负责安全和军事应对，尽管并非正式临时执政三巨头成员，但拉尼贾尼最新发言称，特朗普用虚假希望将地区推入混乱，现在他担心美军更多损失，用虚幻行动将美国优先
先改为以色列优先，为以色列政权牺牲美国士兵，这是挑拨美国和以色列关系啊，这有什么用呢？这是对吧？这是白费心思啊，这叫瞎子点灯白费蜡。今天伊朗人民正在自卫，武装部队并没有发动入侵。他还转发评论，就是这个拉尼贾尼亚，他转发评论说我们不会与美国谈判，这显示内部对谈判的复杂态度，可能存在派系分支。这个伊朗的外长阿拉戈齐不停地向美国人喊话，那意思就是我们就报复一下啊，报复一下完了我们接着还谈判，叫停火。这个拉尼贾尼亚他嘴上说啊我们不会与美国谈判，实际上呢恐怕正在指使阿拉戈齐赶紧谈判，赶紧停手吧，别打了，受不了了。这就是特朗普说的啊，说伊朗那边已经放话了要谈判。至于这个霍尔木斯海峡情况啊，这个伊朗那边也是混乱的。刚才已经说了，伊朗的各个下面的基层单位对吧乱来。伊朗的外交部说啊，他们没有封锁霍尔木斯海峡，但是这个伊朗的很多这个反正朝霍尔木斯海峡那个油轮呢发射导弹，把自己的一艘影子舰队给炸了。全球资本市场啊为此这个导致油价短期波动。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一边倒的战况是不影响长期的这个油价走势，长期的走势肯定是下降的。但是因为最近那儿在打仗，所以说很多保险公司啊，很多这个运输公司的吧，他不愿意从那儿走啊，不安全呢，所以这个就造成一个短期的波动。霍尔木斯海峡可能很快啊就恢复平静。现在伊朗国内的局势啊确实非常复杂，就是很有可能会发生内战，它权力斗争导致了啊谁也不服谁。而现在下面基层部队啊，他指挥官都有这个对吧哈梅内伊的指示，人家都能自己独立行事，谁不听谁对吧？什么岳不奉诏啊，就这意思啊，此乃乱命对吧？你到时候你这个不管谁下了个命令，他说你这是乱命，不奉诏。前这个哈梅内伊已经说过了，反正哈梅内伊已经死了，死无得证啊。所以说这个伊朗国内恐怕有这个内战的风险，所以这个对美国以色列来说，这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风险，就这个烂摊子不好收拾啊。所以这个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分别表示啊，不排除派地面部队。美国国防部长表示，地面部队进入伊朗仍是选项之一。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表示，美军对伊朗军事目标需要时间完成，并预计还会出现更多的美军伤亡。特朗普也说啊，不排除向伊朗派地面部队，直言根本不在乎民调。根据纽约邮报报道，如果有必要，他不排除派美国地面部队的可能性。所以我说，对特朗普来说，最优方案那不就是找一个亲西方的领导人，又能把国内谈判们给安抚住，把国内啊给他稳住。但是这个人选啊，目前恐怕就是佩泽西奇扬，相对比较合适一点。至于伊朗的那些什么强硬派，那就交给美国和以色列的导弹和 F-35、F-22，让他们对付。总之啊，伊朗现在迎来了这个变天的时刻，伊朗的这个神权体系啊，这个政教合一的这个必然啊会被推翻。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那叫烂尾工程，那叫前功尽弃。当然了，他这个是一个过程啊，我们昨天就说了，他也可能成立一个过渡政府，对吧？也过渡个2年，然后进行这个民主选举啊，就是民选啊，跟那个什么神权、什么88个专家没鸡毛关系，什么伊斯兰革命卫队解体退出历史舞台。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